各位同學，今日我哋會學陶淵明《桃花源記》呢一篇文章。《桃花源記》係一篇非常之有名嘅文言文。作者陶淵明描寫咗一個漁人，即係漁夫，無意之中發現咗一個神秘而有美麗嘅地方。呢個地方後來被稱為桃花源。桃花源呢個詞語到今日我哋亦都會經常用嚟形容一個與世隔絕、生活安樂同埋環境優美嘅理想地方。今日我哋講第一段，主要嘅描寫就係講成個故事嘅背景。一個漁夫沿住溪流捕魚，而喺無意之中發現咗一個桃花林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晉太元中，武陵人，捕魚為業。頭兩句就交代咗主角嘅背景。首先第一就係個時間。個故事發生嘅時間就係東晉太元年期間。咁我哋嘅作者嘅背景就係我哋嘅主角嘅背景就係武陵人，佢係嚟自武陵嘅一個人，佢嘅職業係捕魚，佢係以捕魚為業嘅。咁喺呢一度好簡單嘅頭兩句咧，就交代咗時間、地點、人物同埋職業，係故事嘅開端。緣溪行，忘路之遠近。呢個緣字係我哋現代解緣分咁解，咁但係呢度同緣分冇關嘅。我哋知道緣字有另外一個發音同樣嘅字都係有讀緣嘅，就係緣着啦。呢一個漁夫沿着溪流前行，忘路之遠近。佢忘記咗路途嘅遠近啦，忘記咗路程嘅遠近。咁所以呢一度就係講緊佢忘記咗有幾路遠啊！呢度唔係講佢完全迷路、完全蕩失路，而係講佢一路捕魚，一路捕魚，咁太專心啦，太投入啦，不知不覺之間咧就走咗好遠啦嘅路，亦都可能係俾沿途嘅景色所吸引啦，慢慢行得越嚟越遠，越嚟越遠，最後咧就不知不覺間行遠咗啦。忽逢桃花林，隔岸數百里，中無雜樹，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。忽係解忽然，逢係解遇上。忽逢桃花林，即係講主角忽然遇上一片桃花林啦。隔岸數百里，由於我哋嘅主角係一個漁夫，佢喺船上面捕魚，因此左右兩邊就係兩岸。喺兩岸嘅路旁數百里都係桃花，中間無雜樹啊。咁雜樹即係講其他不同種類嘅樹啦。中無雜樹嘅意思，即係解桃花林裏面冇其他樹，全部清一色都係桃花樹嚟嘅。呢度描寫桃花林好特別啊！溪流兩岸長滿桃花，範圍好廣，有數百里咁長，而且中間咧係冇任何其他嘅樹木混雜其中。只係清一色嘅，都係桃花，全部都係粉紅色嘅，景色非常之優美啊！接下來嘅兩句咧，就用咗唔同嘅感官描寫桃花林啦。芳草鮮美，落英繽紛，漁人甚異之。芳草就係解用嗅覺描寫嚟去描寫桃花林，係解芳香嘅綠草，草係有一啲香味嘅。而鮮美就係用視覺描寫去寫綠草係非常之鮮嫩啊，望落去好靚。落英繽紛，落英繽紛咧，落呢個字咧係解飄落嚟啊。咁一般嚟講，落英咧係解落花，跌落嚟嘅花。不過喺文章裡面根據語境咧，亦都可以理解為啱啱開嘅花或者散落嘅花。呢度咧係解啱啱開嘅花咧係繽紛，繽紛係解好繁多、好紛亂、好美麗嘅樣子啊。漁人甚異之。漁人咧就覺得呢一度係非常之特別啦，覺得甚為奇怪。咁喺呢一句咧，其實寫咗桃花林嘅美景啦。咁啊有一個嘅係嗅覺嘅描寫，有一個視覺描寫，亦都係有第三者反應嘅。透過漁人嘅反應去帶出桃花林嘅美啊！咁我哋見到其實個景色咧係非常之漂亮。漁人其實日日都嚟呢一度噶啦，咁但係咧佢突然之間見到一個新嘅美景咧，都覺得非常之奇怪啊！咁啊，浮前行，欲窮其林。
阜字係解再啊或者又啦，呢一度係講佢再繼續向前啦，想走到欲窮其臨。窮即係點啊？即係我哋嘅錢咧已經用盡啦，就叫做窮啦。喺呢度個窮字係解盡頭。喺第一段有幾個重點咧，大家要記得嘅。漁人係無意中發現桃花林，佢唔係專登行埋去嘅，唔係專登走過去嘅。咁啊，描寫桃花林嘅美態啦，咁啊，亦都留咗一個懸念啦。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想知道究竟個盡頭係見到乜嘢呢？以上就係《桃花源記》第一段嘅重點。